呢排我有介紹開龍北地古曼湯啦，都收到好多星師姐嘅查詢。師姐有冇啲性價比比較高嘅古曼？因為龍北地嘅古曼湯貢金唔係個個可以接受到。今日介紹古巴凍地。古巴凍地呢一期古曼湯係佢嘅一期，限量做咗500樽。師傅點解會做呢一期嘅古曼呢？因為2512年至2517年嘅時候，好多不幸夭折嘅小朋友送到去廟火化，師傅發自慈悲心啦，咁就 keep 起呢啲小朋友部分嘅骨灰，最後就做咗呢啲古曼湯。佢做古曼湯嘅原意咧，係令小朋友可以積功德啦，幫供奉者，供奉者亦都有做善事回向俾呢啲小朋友，大家相輔相成。同埋開光加持嘅，當時只有2隻帽啦，合實嘅同埋招手。當時幫手加持開光嘅師傅，亦都同時有龍北地、龍北鹽、龍北桂、龍北元、龍北格醒呢啲大德高僧。做500樽好少，同埋性價比好高。有啲人就驚啦，師姐供古曼湯點分正定陰啊？其實最簡單，和尚做嘅就一定係正嘅，因為和尚係得到小朋友嘅同意啦。小朋友入靈之前咧，佢係歸依咗我佛，自願入去嘅，呢啲係正嘅古曼湯。陰嘅就係一啲白衣阿贊啦，見到小朋友個靈體係夾硬捉入去，就唔係個小朋友自願嘅，呢啲會反噬嘅。如果夾硬捉入去嗰啲，我就唔建議人哋請陰嘅古曼湯，同埋我鋪頭不嬲都冇陰佛開光嘅。另外一尊龍佛神一礦。呢樽就2568日古曼湯，個樣好得戚，我哋亦都稱佢為得戚仔。咁自己小心啦，坊間見到非常之多仿品，要識分或者自己揾相熟嘅鋪頭共請啦。講開龍佛神一礦2556之餘，仲有樽2554真品，大家記住啦，個線條各方面係好靚好清晰嘅，仿品比較粗糙。重點都係啦，你有真嘅，咁自然就會識分啦。未必個個方便供奉古曼湯啦，亦都同時呢2期都有佩戴型嘅。呢樽2554嘅佩戴型，佩戴型就可以同佢講，佢跟住你食乜佢食乜，就唔使特別供奉都可以噶啦。呢樽2556，全部實物喺鋪頭，有興趣可以嚟睇。如果想選購佛牌，請瀏覽本人網頁，網址係 www.plugclubhk.com。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下集再見。